白毛大仙说，年轻的时候拼命工作，说老了就能轻松一点。等到真的退休了，大家却说，你看多幸福，可以含饴弄孙了。你说你没兴趣，那就是你不懂享受天伦之乐。你说你想旅游，学画画，去山里进修，那就是你太自私，不懂家庭价值。到最后你才发现，退休不是变自由了，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配合别人的生活。